喺深圳呢座繁華嘅都市中，為我哋保留咗一片心靈戚戚嘅小島。呢度既係地理上嘅海灣，都係精神上嘅港灣啊！從落日心語到歡樂港灣，直接串聯兩個地點，體驗從寧靜到歡樂嘅情緒流。今日我用鏡頭嘅第一視角帶大家嚟了解一下點解深圳灣咁備受矚目啦。首先梗係要講下佢哋呢度嘅交通啦，交通非常之便利，搭地鐵9號線嚟到深圳灣公園站嘅 E 出口，出到嚟呢就可以見到左手邊就係歡樂海岸，右手邊就係深圳灣公園啦。每到夜幕喺降臨嗰陣時呢，都有一群熱愛攝影嘅朋友呢嚟拍攝呢個晚霞嘅喎。屆時呢個晚霞就好似一幅畫一個咁靚。咁呢個時候呢，歡樂海岸已經聚滿晒大人同細蚊仔噶啦。咁小朋友呢喺度歡樂咁嬉戲緊啦，空氣中呢彌漫住歡聲笑語，俾人一種非常之輕鬆自在嘅感覺啊！喺中央呢，我哋可以見到一排排嘅復古裝飾啦，同埋鼓樓啦，裏面有各式各樣嘅甜品、飲品、火鍋、美食、娛樂等等等等啊，吸引住各地嘅遊客過嚟影相打卡。當然最受矚目嘅曲水灣深藍秘境水秀劇場，夜晚黑呢度呢會有不定時嘅水秀劇場演出噶，可以根據官方嘅查詢演出時間。咁日頭呢就係大人都非常之中意嘅汽車艇啦、摩托艇啦、划船啦，仲有海景邊上嘅咖啡啦、小橋流水人家漫步喺小橋之間呢，兩旁呢係各式各樣嘅精品咖啡店啦、小酒吧啦、咖啡館啦，尤其推薦臨水露台嘅位置，夜晚格外有情調噶。一群老友記坐喺海面上，吹住舒適嘅海風，嘆着咖啡，真係愜意嘅喺度傾偈，逍遙自在。喺呢度附近呢都有唔少商超可以俾我哋隨心購物，都可以帶埋小朋友一嚟暢玩娛樂設施噶。日頭喺公園騎行嘅年輕人，夜晚黑坐滿喺歡樂海岸嘅酒吧，下午喺紅樹林觀鳥嘅家庭，傍晚呢喺餐廳大快朵頤，從公園嘅寧靜無縫切換到商場嘅熱鬧。當然深圳灣嘅海岸線呢都係必不可以遺忘嘅晚霞打卡勝地啊！晚霞可以見到成片嘅天空被染成金色啦、橙紫色啦，唔同嘅落霞有唔同嘅顏色，波光粼粼嘅海面倒映住霞光啦。鏡頭緩緩推進，聚焦喺一對情侶或者一個家庭嘅剪影上，佢哋呢正靜靜咁望住個對方啦。只有海浪聲、輕柔嘅風聲同一段充滿期待感嘅背景音樂，先喺隔籬嘅深圳灣公園散步騎行，欣賞海景同日落。傍晚到夜晚，美食與狂歡。喺眾多嘅餐廳中選擇一間餐廳享用晚餐。晚餐之後呢，前往水秀劇場睇深藍秘境演出。演出結束後，可以喺酒吧街小酌一杯，或者係沿住我哋嘅湖邊散步啦，欣賞夜景。